多失头部。哎，你出拳干嘛？对，因为我也觉得说，这到底有没有走？有人把薯饼拿来沾麻油吗？你们会这样吃吗？这辈子第一次吧。创意大料理，知道的。那个是一个群组啦，一个卡拉 OK 它有一个群。卡拉 OK 群组，你要解释清楚哎，等下太太听到想问你怎么加入卡拉 OK。啊，跟地鬼都会小鸡比起来还斗对哦。那肯定的。你看爸爸现在在干嘛？你知道爸爸的刀工。爸爸应该斗工动活呢。哦，还好啦，以前我在餐厅干过。单手打蛋哦。哇，不可能这么帅吧？哇，好美啊！蛋糕一样。玛莎打铁法不一是哪一家店的舞女？卡拉 OK 群主打电话来，应该点房哦，等下晚上就去给他捧场了。上次俺不会正表买的，出魔汗的呀，哎，搞干用嘞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屬於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太重把票。今日同歡喜過來到新竹也到畢業，而且不管桃園、新竹、苗栗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地方。哎呦，因為第一來呢也係你客家嘅大鎮嘛，哈。第一來呢，就是我發現只要有客家人在的地方，基本上那裡就不是美食沙漠，就是美食天堂哎。啊，上一次表日會當後生嘅煙哦，佢做嘅動動厲害，但是我讓講，基本嘅20屆內邊行下厲害，有一組吼係當韓的看到嘅父子組合。哇，有父子組哦。哎呀，第5季來可能哦，我們很少有看到有男生。而且是又還沒結婚的來哦。好，提前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有分享到嘅係阿森之師傅。朋友大家好，阿吉師傅你好。甚至就是我們一家之主的天才啊！哎呀，一檔從日本轉來呢。沒有，他本來就要回來，本來就要回來的。不是不回來了，好啦。好，找個人翻到係倆貴聰厲害，貴聰超應該多謝超師傅。好。歡迎 Superman。你會有專業的手勢吧？你說起手。來了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，佢係2姊妹哦。分享到嘅係潮牛記、老牛書記。歡迎。這是好姐妹耶，她咁樣哎，潮牛牛修。都用牛牛修。啊，這個是繞口令感覺。對啊，就是他們可以玩文字接龍。哎，好啦，今下開場嘅時間係就上屆當後東韓仔群嘅父子檔佢喺度攬水，轉場方向來條做比計，天公撈中飛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基本上後祖輩來的都很多金。對，等一下我們再了解一下。來，就家產的部分是。好，除了冇困啦，同志嘅2位姐姐嗬，其實天一拜來咯，潮牛節送拜就有來過誒。老朋友哦。送拜來係第1名，第2名。第一名。哇！今天要出來踢館的了。好，先來冇困啦，來自新竹嘅素菜，係入拜哥有乜嘅新嘅愛來推薦嘅冇？哦，你還有新竹嘅櫻花。sakura，嘿，哦，請講嘅時間啲新竹嘅動物園嘅順巷有一隻櫻花公園，真的，現在正是等喺盛開的時候，聽老年。其實新竹市哦，這幾年有10分台的變化。當然，如果有個動物園呢，也是經過一番的整修，對不對？讓它真正動站到。我除了嘅新竹市以外啦，竹北咯，香港有一隻建嘅咯，動盛起，人家竹北嘛就烏魚養殖區啊，當年呢11月只有該烏魚節，還有該新嘅教育課程那樣。好，2位今日咯，爸爸強下來，咩係來小計烏魚節天天咯，好來認真去煮菜哦。沒錯，我們講下部長老太茶小計下，其實呢，因為都新竹也到位嘅。順帶也給東北規劃的幾個樣向哦，也特別推出嘅這個烏魚啊，做得講係全台灣品質最好嘅。不過幾張有辦法舉辦一個烏魚節，讓大家認識。所以呢，來到新竹嘅時節，一個寬電路嘅轉移嘅發起的姊妹做對買一個烏魚子。好，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熱天菜色嘅調味老食材。沙丁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，新來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！
呢，都做下丟起來。好，所以等下摸強嘅什麼代表係摸強嘅食材？好，來 Q 啊，來先，一組派一個人來猜。剪刀石頭布，來來來，好，站這兩側哈，來。剪刀石頭布。哎，你出拳啊！喂，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，你們自己按照自己的節奏啊。哇！剛剛大概經過了半個小時，往向旁邊。我哋諗住先攞線，好，家家都線一扎，線一扎好嘞。來下好離手，莫本大家看到。看一下東北強都帶出動物嘅主色的新竹公園清油苗，太極雪菜，都帶目前 OK 的。好嘞，中紅都帶新竹的科技新貴派出動物嘅配菜呢。份酥，我們在鬧份酥。好，最本面田港爸爸出道嘅蜜桃係乜嘅咧？來看一下。冇耶！好啦，唔怕，我等一下討論一下。浪費一下，浪費一下。看一下風水今日我做嘅係馬雞菜咯。好，先好嘞哈。哎，先人家哦，這邊都沒有選擇恐懼症的哦。 OK。來，看一下風水今日主食菜係，哎，我喜歡薯餅。薯餅，這是主食材料，沒配菜哦。 OK 啊，好薯餅要給我多一點哦。配菜嘅部分係馬雞，太白菜。薯餅要脆，大白菜那麼濕，那我們做泡菜，做泡菜。好，假使係水嘅，可能那個薯餅是軟體咯。看一下口味係乜雞？麻油，來，好，先踢轉來，我們不想騎回去，沒心情啦哈。對，不是啊，我們就做到用雞酒為方式來煮。哎，沒做在洗。我們就當做煮雞酒。煨這個大白菜啊，做在上盤。來，這裡。好，那個兩組的來賓吼，唔是醬，唔是料理，因為你阿管。嘟嘟好有60秒嘅出事甜選嘅一個排個。我們就全部搞本出事。哦，那我們來借你好了。哎，好啊。哦，馬上出嚟進行踢館嘅挑戰。好，壓一關呢？我說真的，頭前張奎從剛剛還講，好像到目前為止沒有讀到太挑戰。我不希望發生在今天。所以嘴巴真的不能獻功。我敲掉，我敲掉，不怕，一定做得嘞，一律不管用哎，我們有廚師幫忙。OK，有。好，風吹有心行冇？有，沒問題，加油了哈。記得上，萬千專心電腦嘅出事嘅天數啦哈。好，看一下諗出嚟片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果然係要做過邊嘅哦。好了，兩隊隊員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都得開始了哦。超人師傅，露營到目前為止有什麼還喜歡嗎？習慣嗎？可以啊，習慣了。最喜歡哪一部分？這個部分 PK。真的哦。哎，剛黑盒子。哦，對，你有搞過個清冰箱的嗎？盒子料理啊，清冰箱沒不是救啊。因為他們廚師都給乙級嗎？沒有比賽。比賽的時候會有黑盒子的比賽，對不對？那你們抽過最可怕的食材嗎？以前哦，有看到啦，有看到。有用過那個鯡魚排，那個很臭的那個。哦。北歐的、挪威的。罐頭嘅，那個一打開就輸了，就輸了，真的，一打開就輸了。可能123幫參加過一家自主比賽，我們有田螺啦、鐵螺啦。問題是他這樣一講，他們就會聽起來了。完了，又拿筆了。我問做人那別出來嘞。我問錯題目了啦。你自己負責哦。那個只能再輸一次了。快，用油慢走。姐姐，我們的戰略係乜嘅？歐洲乜嘅菜咧？拍菜留薑麻，講麻油，我想留大家用麻油來留薑麻煸煸嘅，煸香香，煸油香以後，將來拍菜落來俾煸一下，煸俾看用到嘅。然後咧薯餅呢，你看到按切按好食吼，還要保留嘅原來嘅口感係，所以我打了剪剪啊，變蛋糕，然後食薯餅棒。嚟拍菜，哎，也可以。要不然全中今有冇想講來過來一拜參加呢？因為吃到東山區，是不是想念我們了？當想念。要不要帶優秀記來哈？很明顯的優秀記比較優秀，也比較內向，就看他講上做阿婆嘛。
挺紧张沉的。默以待，沉默以待。嘿，哦，所以等一下，做法除了日本做麻油料理的方式系强用啦。嘿，因为我也觉得说，这到底有没有做？有人把薯饼拿来沾麻油吗？你们会这样吃吗？冇呢，这辈子第一次吧。不过第一次总是特别新鲜的。创意大料理，你知道呗？对啊。但是你们的台拍出来做嘛，该不会用到切下油哈哈。我想因为今日俩的平底锅事件的问题，我想安尼下夹头，哦，聪明哈想袂翕按球安尼。等一下饭酥没有切都差不多会hin了吗？薯饼啊，可以切成那样，想陷害我们啊？会散掉好吗？声音呢？剪刀石头布，你不要吃就好了，哦，就省一块啊。姐姐你这样不能打架哦。唔会啦，唔会一定啦啦，嘿嘿我。们等下回来，因为好条是金温，他有份做。来，听讲阿哥，哎，主持人你好，平刚哥，哎，听说今天是他来报名的，嘿你来而报名，且他是歌唱班的。不是啦，那个是一个群组啦，一个卡拉 OK 有个，它有一个群卡拉 OK 群主，你要解释清楚哎，等下太太听到想说你怎么加入卡拉 OK？啊，该你不会小鸡比写来下豆豆哦？那肯定的，要不然我出尽量不事敢。了，高不高？出事了哦，啊！我们帮你那点。个钟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，还是你也在群组里哎呦，被喝发现到击球？好啦，先问一下，记得哦，我家下手道系公然，啊，你的饭酥啦，摸水啊，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？哦，我们薯条泡好嘞，啊，该广山泡好嘞，然后你爱每一浸呢淋落去。哎，可以耶！我们也没有要一起。顶上去，我觉得很棒啊。哎，好啊，李亚片走在现炒奖吗？哦哎呀，等一下，钟红可以现落李亚片。哎，唱歌吗？哦，OK 了呢，那我问一下，哎，我哋破冻剂之前摸线狗粉呢？唔是有冇果粉呢？就照照嘞。水果去除淀粉。哦，你有去籽了吗？你摸线落去抖抖揉揉哦。那容不呢度啲袂高，在家里有做吹吗？有啊，偶尔他会煮。哦，空心菜炒牛肉啊，哦，也又厉害。那个很棒哎，因为跟风吹摸线是炒到裸体啊，也很难对对睇啊。对对对要掌控火候这样子。啊，你安会煮菜系爸爸教你，也系妈妈穿新不你？凉沙啊，凉沙告啊。你看爸爸现在在干嘛，就知道爸爸的刀工。爸爸应该斗工动火呢。哦，还好啦，以前我在餐厅干过。哎，干你都传堂黑州那部分啊，哦，切菜啦。内场的可以拿到刀子就是师傅了。嗯，哎，你先勾你，等下马上勾都好，好不好？准备一因为等下下。回来 OK，OK 真的用厨师天数哎。好。阿姐，我们回来了，需要厨师帮帮我吗？这样子你才可以讲。你用吗？又不要抖吗？细细的，又不要倒。这要干嘛？这个那个油炸薯饼，好，厨师天数哎嘛。呀，你要给拍药啊！来，通关密语2位，抢准备。厨师天数哎。好，我先马上。甚至师傅。哦，来。好，先先让他看一下哦，可以了吗？好了，好，继续抢开始。我想到讲了麻油拍出来落薯饼安尼，你偏生人的一头吐出来也。是，看到薯饼一定要煮八道，哎，单手打蛋哦。哇，不可能这么帅吧？来，好，先让他看一下。可以了吗？好了，好，继续抢开始。好，你要该姜嘛吼，本佢煸好，你要该吼白菜姜下落，吼本佢炒一下，好，本你本佢炒完，好，天下你要该吼挑住，吼姜下落，好本佢就该煨，哦，還有該胡椒粉，我看詳細哦。哦，還有米酒，是不是有什么都加什么汁？誒冇，還有糖，哦，一個糖，哦本佢炒一下咧，吼本佢炒一下咧，天下你要該吼本佢炸一下咧，你可以了。哦本佢炸一下咧可以一。边讲一下炸完之后好，的。炸后嘞，等下就不给切，大概一片就4块安油，哦，就做对了，好，不用手艺就后哎。不用手艺就好了。那一块炸好了吗？那个忙，炸，我们炸3块就好。怎么看会加水啊？不给烧一下，哦烧一。下，那像这种已经炸过的薯饼啊，牛慢款出来给好呀，蛮好。不给就刚刚就好了。我多少了？好4、等下切，三大概就2、做对。 1。关火。好，时间到，好，准备不给你起款，好给自己几分炒到收汁就好了，两个就不用下了。
哦，应该是就8分哦。尬豆对枪哦。我最喜欢师傅出马，很像在变魔术一样。那剩下還有一地嘅薯餅會鋪嗎？唔是，唔是哦。该要就等你收汁，等下就好吃好，的。來看一下藍薯那邊。 OK，哎呦，要求救了吗？要求救！求救！等一下，好，平剛哥，你沒講你是自助餐店的那一場。哎，那场我煮的比较少，只有切菜而已啊。好，現在兩位共下來卡一下，那你個拍個，來準備好嗎？來預備備起，出事天兄天兄爱逛吗？就對啦，我先馬莎。然後他好，超人冇彩蛋料理嘅超人登場。好，繼續搶開始。水好，失去聲音做咧做，平剛哥。哎，OK，加條湯，攞去炒一下。所以記得嘅冇要安樣要辣椒嗎？夠細嫩嗎？走的，哦，又够吃破咖一百哦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加條副料粉絲都在上菜咧啊！哎呀，很努力，一菜2吃啊，蒙英广州的啦。我们那边爸爸特别开个花，你就这样给他重新切掉，没关系，OK。把花切掉。这样子爸爸从原本内场变内商呢。你这样买股票，买科技股票不会赚了。不过破到以后哦，假设60秒结束睇你以後，看我做嘛改？你好吗？对，60秒。盛盤的呀。盛盤哦，好。 7、加條算時。 3、慢正。耶，时间到，好，感謝世超哥。谢谢那。就摆盘，好，大家咧趁好一起摆盘。那你的葱花都没用到，辣椒没做什么？葱花放旁边啊。辣椒要怎么样？掉落去好嘞，辣椒掉落去就好嘞，风是快的哈。不是，好，昨天重盘的哦。那要搅一下，搅一下。我们现场有没有梅粉啊？有梅酱，没酱哦。好了，那你就来兜酸喽。好。现场马上开始兜酸。是9、8、7、6、 5、 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呀。体育馆乃木凯米西卡站到咯。没想到真劲哦，两出新料理，先对风吹的向下来试试看呐。来，后面是现场所有的朋友提着摆是麻椒嘅薯饼哦。要给麻油炒泡菜冻好食诶，小米条冻好。这是冻好食啊！乃是哦吼，因为刚刚邱师傅都会炒的时候，看佢最方面，佮拿一些红落去，就唔会讲单抢一种米头啊呢。因为姐姐吃中用班嘞，就比较有创新，又有一个新的一个怎么煮，会跟平常这也很下分。丢出一次菜就冻不完简单呢。熊牛姐，你觉得还满意吗？啊，做了吼，专业饼平常当好用啊，无想到讲了麻油拍出来落薯饼啊嘞，你偏生人的一套菜。也是，这一年怕他讲麻油的米头，可是有薯饼都可以。看到薯饼一天木煮白冻太亮，就这样。风水真紧冻厉害哦，因为麻椒老嘅薯饼吼，本身是没有缘分的那种食物的，真的煮出来，哎呦，冻夹梅冻堆梅耶，我觉得很厉害。你两下启动怎么办？很好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，不一样的风味这样子。如果以一个自助餐店的老厨神来老大家分享，你觉得他们大概会打几分？满分10分，哦，那有8分9分这样。剩下那1分，等一下是给自己的。好，唔怕，來試看一下藍水嘅鴉片，用嘅飯酥啊，共燃做嘅梅汁嘅蕎麥，下得很好哎。我勾一下佢醬哦。我第一次知道用下公盐然后破断哟，泡泡切切，其实有点像是贡丸饼干了。而且因为公盐本身也就有调味耶，虽然讲蘑菇辣、罗马腐这份，其实本身就还蛮好吃的。因为姐姐吃的那种班，好吃很脆。那秋玉姐嘞？薯条搭配了麻油酱冻好食。西式的料理都通常才有个酸黄瓜酱。但是吃到做的是本地的食物，会较好。搭配起来冻好食。我说给切到泡泡哎，还有这东想隐身啊，这2道都是骗小孩的料理耶。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的饭酥哈是应该推翻的，应该推表啦。哦，人家讲真呢，係先足菜鐵嘅，
其实命的食品嘛，哦，虽然我啲手刀咧吼，我是还会想办法来去变化啦。真紧就想出来。好，等一下师傅应用版拼符呢，给的看到。今早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先来抢生吃师傅抢分数。哦，风吹这都是粉，大家都看一下创音师傅抢本复数。蓝粉提起冠平手。啊，吃师傅先公平。其实两组该出到该食材真经挺困难的吼。啊，我们本风推料片呢，几个食材结合起来有酥酥脆脆，然后还有那个蔬菜的甜味。啊，我就想到我自家该做法。就迄老爹个薯饼，用迄炸过，唔过做点捞一次个大白菜啊，佢就捞糖啊，还有捞点醋啊，做的那种小泡菜，不给不用送去，妈做点做起来，妈东好吃，这样开胃菜用啊。那麻油怎么办？麻油妈搅进去也是可以，它加麻油或加香油就有像大概黄金泡菜该香味这力度啦。那蓝推料片呢？创意展现的蛮浓厚啦，就是那个贡丸啊，本给炸都按用还有只有熊豆啦，本大概地瓜本给整锅，大概贡丸做个切丁，切后呢把它弄成一个球，哎呦吃起来嘛就口感，全熊大概开胃菜该薯泥按用，感谢。那个雪菜好完全解构再结合，每周的上款。好，等下换水炒师傅来公平款。好，我会本蓝队分数是，应该梅酱画龙点睛。解腻，红队的部分，我摸本基分数的，应该薯饼，普度中国嘞，中国嘞，所以口感的问题啦，口感的问题，可是俺做工呢，不管蓝吹啊、红吹啊，踢馆都懂厉害耶。因为说真的，两组都出错的时间，我们互相都不大看好。我兄弟呢，睇起来全部是枪哎。不过上下轮呢，我看一下那个。超人師傅，呢擺嚟到呢節目當中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嚟留睇切價分享咧。師傅出題菜。好，今日呢，馬上來搶到呢個超人師傅嚟編出嚟嘅超人料理，菜名係乜嘅？菜脯金磚魚子醬。哇！裡面有倆芥蘭，然後倆披薩絲，然後倆係清酒。哇！桂林水松肉的客家的菜脯，阿婆剁掉的。这是你阿婆做的吗？死冲肚的阿婆。哦，是阿婆。还有俩，给他看一下，给他看。哦，嘿，3个按钮啊。鱼子酱，还有俩葱啊。好，第二个开始嘞。开起来要看清楚，没有人被挡到哈。水炒师傅体育摆到一个自主的表现哦，你会同台吗？唔会。没有压力啦。他是超人呢。对呀，你平常去做个菜吼，一串差不多1人克哇哟。差不多。认真哦。一做，差不多1人克。那我们吹脯卖准咯，有冇？冻咸，水洗下饭机，我洗桶球吼。唔系用沙克来洗哦。冇沙，冇太贵了啦。加进冇按好啊。先洗一下，焖去洗一下。用大宋。要轮。哦，土鸡蛋，单手打蛋哦。哇，不可能这么帅吧？你不用打蛋器。不是。还是我帮你打。好，买鸡蛋后要买一个，还要借机会跟大家讲一下，买那个就是宠物友善的，用白引供呢，就是说格子鸡啊，自由放养哎，这辈子它都没有站过陆地，请那种的不要买。要买那种放养的，真的，因为鸡也有鸡权这样。对呀，我是讲真的哦。所以口内就咩780块停的哦，780块其实差不多，它真的没有比较贵，只是大家要学习认那个商标。对呀，要乱打好过筋那个塞那个筋。等一下煎出一下酱。怎么个有痛惜嘞，阿吉？哎呦，真好吃。哦。客家菜脯卵结合日式的鱼子烧。哎呦，唔是食过呢。我喊咗谈过吼，世界上最贵嘅鱼子酱系买个什么睇家啲嘛？最贵的。粉红色吗？唔系，白色的系吗？基本上是黑烧、黑咸的。所以你客家就系先来葱啊，那芥兰好唔会的哈。唔会的。但是像养鸡啊，就会让鸡吃蛋壳，你们知道吗？增加它的钙质。对，它生的蛋的壳也会比较硬这样。所以你要冲个加落去之后，攞去炒走咯，吼。有问题要问哦。就是我談講，菜脯用丟，菜脯唔是丟啦，鹹菜就係丟。
哦，係啦，係。香煙係鹹菜啦，可能嘅鹹菜冇用到。香煙係用雕，可能嘅冇用雕。你家菜脯又鹹呢，所以我不用鹽，用紅櫚好嘞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还是最后应该就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加进去吗？不行，他就那过筛的目的就冇了呀。哎，这个蛋好了就一点点清酒。佢加上嘅 sake 嘅目的係乜嘅？壓香。哦，壓這個蛋的腥味吧。哦。那像係加進鹹河嘅煙，係就會加米酒嗎？跟你買房子哎。喂。哇，好美哦！像蛋糕一樣。真的。腐娘做菜好深嘛？好啦。借機告白一下，他叫什麼？來，老婆我愛你。哇！哦，金山豆油。哎。啊，像那田刚哥去加进去，我加奶油也可以啦哈。哎，奶油味道就炸了。哦。对。但是火候要什么大小？其实就像这样，小火。嗯。因为我要试试看吗？我可以啦。手可以放上去啊，卷起。好卷，可以试看看。这种我求佛啦吗？要很小心哎。对。会抬大款。像千层派也是这么做的啊。对。最后把它卷起来。对。这样包起来。穷料用1000 U 嘛，好嘞就会。哦，往上送。哦，还会加一点油。对。所以这个算日式跟客式的结合。日式的呈现方式，那镜头也稍微塑形一下。他们都有几多钱呐？8000。哦，哇，这么多。不会，其实见仁见智哎。我是看这个锅子的高度，然后我们卷完适合的高度就可以了。好 Q 哦，用豆腐用用呢。对呀，哇。好，差不多嘞。好，目前蛋糕，8成啊，确定哦？真的8成了。像金块耶，金条哎，怎么做出来这种好美哦，跟蛋糕一样，真的。哇，你看看，哇！哦，那个师傅哎，家人就很富了哈。对啊。皮西的葱花才一片，好大口，好棒哦。哎呀，放一点鱼子酱。等一下分盘的时候不要掉下来。那很水溜吹咯。有哦，那个鱼子酱比个软塔豆用个差多。哎，菜脯金砖鱼子酱。按钮就后 C 喽。好，今日超人师傅呢，待会来吃料理哦，大家真是忍不住想拍手，对不对？拍！谢谢你啊！真的，真的。睇下紫色款啊。啥类型款？哦，师傅有层次，各位呢，卤的 sake 跟它的蛋汁有没有更香了？因为加热之后呢，它就剩下纯米的香气，层次新的火花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希望天天都有。不過用安用嘅魚子哦，放水落去做吼，雖然係強人嘅食材，不過完全係冇強人口味，真的是超人師傅，果然係超人師傅。好吃，因為姐姐知道樣板。好吃。玉秀姐覺得好吃嗎？好吃，很軟又很 Q， 又有菜脯的香味。雪秀姐吃好吃嗎？當好食，因為啲菜脯當車，然後蘿蔔一個軟呢，給到一層一層包，又當有層次。而且是咬起來又很像蛋糕體一樣。像舒芙蕾，真的很厲害，很多小細節。對啊，很好吃。用韓國語係有轉起福卡，這個好誒，會做咧吼。喂。確定？親戚師傅就買做得到台卡分享咧。哦，這個你等會先應該就嚇到，因為很像那種蛋糕的口感，哦，就鬆鬆綿綿啊，然後裡面凍到個水分，還有個脆布個香味啊，鹹度都好，都剛剛好，還是都適合凍好個料理。好，故事呢，看起來唔會太難，不過呢要記得那些畫龍點睛的那些步驟一定要記起來，能把你都不卡做下跟玉子燒的時間，一定會做到比佩妮還較好食。啊，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就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咯。料理大豆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豆絲咯！
好的一关呢，我清好诶，因为两家拿出本单，不过我刚偷偷的一看哦，我眼角一看，这一关最后面他们是要比饭多吗？哎呦，饭，那明显红队获胜哦。看来他们有听到连续4季的抱怨。哦，现在看一下风吹啊，比咩武器系嘛个？这系盐 Q， 盐 Q， 这样看一下盐曲，对盐曲这里系甜的呀，咸的？其实咸的，哇，好酷哦！妈妈是吃过哎。所以这个做的过程跟酒酿是一样的做法吗？研究的结果就是我前段的那个酵母的部分是跟酒酿一样的做法，然后一般我们其实像外面超市也买得到那个日本进口的米曲，直接去浸泡，但是我一直希望开发用我们本土的米曲来做，所以我就用酒酿做好了之后，再加海盐进来，然后再加我们一般的吃饭的米进去。又揉海盐哦，我很期待这个味道，因为我完全的没吃过。不过今日带下个盐曲了，作为料理菜苗的嘛该。盐曲蜜汁饭团哦，做饭团，蜜汁的，哇！你们中午都有吃便当哦？对啊，不过但这样谈个团，是好难学爸爸的了。这关米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哦，加油！看一下谁来2片带那个比咩武器系嘛该？客家鹹豬肉。哇，那客家人就挺有的啊！必备10道菜里面一定有这个鹹豬肉。比较少客家谁来会做鹹豬肉？你地係你用啥做的吗？哦，見媽媽我太太做的。你本來你啊，真緊，你會撈花椒啦、胡椒嗰啲會滷涼嘅，所以冇法度你做，你無法先做。哦，好，所以根本要帶來係媽媽的這種愛心，做出嘅料理就挺動好食。咁前面按到嘛嘅咧？客家鹹豬肉炒飯，客家鹹豬肉炒飯凍好食啊！因為而家炒飯嘅戰場凍好食，跟鹹豬肉梅是去凍衝。好，最尾一關了哦，男女之爭要成什麼？好，加油！歡迎兩組都已經準備好聲嘅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唱開始。好，大家開始咯。其實我覺得藍隊啊，給用啥男生叫他來參加比賽，勇氣已經非常可嘉了。而且我覺得要講一點是，僅僅來二讓爸爸強下主菜吼，台灣可能輸出了吼，唔會超過10。但是有一件問題，就是講傳堂底度誰來師傅卡抖哦？對耶，家裏邊的就誰摸師傅卡抖。對，比如講2片。對，好。這個鹽曲，好一邊做一邊嚟講吼。嘿，我們要牛凍好款呢，該牛啊。嘿。雞胸肉，您講係傻瓜肉，就帶骨的，嘿，做生長吃哎，哇，溫體雞，溫體雞，嘿，阿姐，你係理事長，你是理事長哦，是什麼單位的理事長？社區發展協會。哦，所以基本要做的係壽司，是嗎？壽司，飯團，哦，冇強種哦。我強種，飯團跟蘇西你覺得一樣嗎？料差不多。好了，應該講飯團，你有加黑芝麻，然後當過我加些黑芝麻，黑胡椒，還有香蕉哦。對，搭配比較漂亮。你剛剛頭前講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做嘅程序有哪做啊？你客家人常菜是酒糟。走馬嘅酒糟，唔過酒糟嚟講，生人嘅接受度冇咁高。對，鹽曲都係介於蜜漿，對，蜜漿撈，蜜漿，好期待哦。那差唔多要做幾久啊？差唔多3到4周。哇！然後我是隔1周再加10克的鹽。就是200克的那個醬，然後再隔1周再加，就是給它慢慢的抑制，一層一層天天的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給我多轉來哈。那個男生啊，哈，我像，那這一關要帶來哪一首歌？哎，對耶。我跟你說，他其實跟我爸爸是同行。你用講？他是音色師傅哎。印刷業巨擘哦，巨擘不敢講啊。他說他以前生意好的時候，一個月賺好幾百萬。天哪！現在比較沒這麼好了啦。哦，莫怪人家來哦，很有很做的學煮菜啊、切菜啊。做1年就可以退休了。哦。可是泰國按用錢還是怕上工切1球誒。所以根本嘅個炒飯吼，要買特別嘅蔬菜冇。
我仲要糖講嗬，嗯要鹹魚炒飯、人葱炒飯，冇糖過鹹豬肉炒飯嘛。沒有，係啊，有的我有幾款啊。腐娘煮出來好什麼？好啦，借機告白一下，來，還有個天使機，來不你看哪一機？這一機來，老婆我愛你。哇，有錢了，有，這個我來標嘛。做個肉對咯，彩椒咪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哦，OK 這個有 OK，開火了，好80度了。哇，你一片好香哦，先別神條啊，啊咩葱條啊？洋葱，嘿，應該看個香不牛，係咪又露嘛嘅？又加係嘅鹽曲醬，鹽曲對，而且我們有放這個怪席，等下我用怪席，日本紫蘇。嘿，今天做飯團，該不會要做8個吧？可以，我們可以做小一點。哇，好讚哦！好久沒有吃飯團了。像他們這種用鹽曲的，可能係愛你聽聽哦，觀眾朋友你們唔是嘗試過。對啊，優秀記，優秀記剛才有一陣子消音了。對啊，為什麼？理事長，什麼啊？理事長有做阿婆嘛？做阿婆的，做阿婆的哦，按後上做阿婆。等下熱烘，哎用炒好就還有料起來哦。看我們雞絲切得多細，手切雞絲，用意起啊用。對啊，你有賣那個鹽曲嗎？沒有，我們就是還一直在研發階段。社區協會都在賣耶。有啦，以後有考慮讓變成社區的商品。係啊。啊，等下嘅飯團有做其他嘅加工嗎？我包一些咧海苔。哦，羊肉咪好咧。哦，等下炒甜椒蚵。椒蚵可能是下去好咧哈。哦。而且那個姐姐是特別去阿拉斯加山上取下來的海。真的不是。不是哦。她用買的。瑪莎打鐵法布妮是哪一家店的舞女？不管她。卡拉 OK 群主打電話來。應該點法嗎？等下晚上就去給他捧場啊。上色俺不會正標，嘛意思？無限的呀，哎，多介樣嘞。那這個是我們飯團的配料。低調。哎，炒飯團要用冷飯哦。嘿。哦。這係海苔嗎？對，等下海苔。要做一球一球的嗎？烘一下。讓我老拿嘛。好。這叫容易拍嗎？嘿。理事長，在包飯團有什麼要注意的嗎？飯就是要捏壓緊哦，對，才不會散掉。那你要怎麼給 hold 一下？還需要的。然後我們把那個肉跟甜椒放進來。哦，安排的哦。嘿，我不給收口哦。沒關係，我們吃得掉。海底就會按你了。哎呀，哦，我們來品嘗味道了。好好， 8個哦，8個，沒問題。嘿。哇！哇，2片強下來哦。哦，這個甩鍋，屁股又會扭一扭。會不會挺水猛？可以不用太大，太大哈乾掉就不好。照還是唔好。哦，它有一點燙燙嗎？對呀。因為這一道畢竟是老婆出力了。瑪莎打鐵法布妮是哪一家店的舞女？是不是？卡拉 OK 群主打電話來。應該點法嗎？等下晚上就去給他捧場了。上色俺不會正標，嘛意思？無限的呀，哎，多介樣嘞。你好多鑼鼓煙煙呢。哦，還有哦。你原來會學了這個東西啊？他幹演繹，冇多穿還是會識穿的呀。那你都有教中紅嗎？有啊，我講俾彈劍就學到冇 MD 嘅。有學到嗎？我呢下學到嘅。對話。誒，聽講阿哥，呢種嘅炒盤哦，係用冷凍過嘅盤係嗎？炒盤呢，我用冷盤要頂咧。唔係啱幫用講嘅。唔係，個甜係咪裝咗要做啊？係啊。凍好款哪一套呀？客家電視還未裝咗款啊。哇！係啊，裝些嘅款式哦。款啊，冇款嗬，個政府會講，我冇影款啊，個人咪又經費減少哦，哦，經費就唔會變小氣啊，明啦？係啊。中紅有看嗎？我有時候會看，有系列尾款，對啊，很多好節目，就像一家之主一樣。誒，冇錯，係啊。好，誒，阿哥，莫打重聽呢。要不要再一點醬油上色？上色係對。對。但是我問你啊，個鹹豬呢，佢本身會凍鹹嗎？有一點點啊。好，跟亞達 B 差唔多誒。炒一下。再拌炒一下就好誒。我們先到這裡。碰個要用水哈。好。好。等一下，大家來看看。哦，怎麼那麼美麗啊？
该雾嘛爱用至少过后该香气还不出来哦。对呀，说好的8颗呢？哎，时间有一点来不及。有老怪喜，一切都悠悠的啊呢。 OK， 贵喜啊，对啊，紫苏再配梅子饭团，超好吃。绝配绝配。那盐曲又领导当够了。我刚好用我来闻到表面啊那些。真的太赞了！我中午吃少一点是对的。好啦，该要到毕业差不多，你就来兜酸了哈。好。烟草马上开始兜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出嚟試試看下呀，最方便一關咯。那副卡卡針對不對？后两组呢拿出去卡的笨蛋编出的料理，其实讲真嘅呢难得。而你有一期的节目，可以2组都有带白饭，太感人了。现在试试看呢，有个盐 Q 编出来的饭团，应该东西有你吃过，来大家品尝看看。盐焗的味道很特别。你饭团係甜的，竟然係甜的饭团呢。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梅的一个香气，然后带一点咸味。可重点是呢，有卤锅跟熊脯肉，有金锅跟锅，还有韩康圆，然后上面呢再画龙点睛，不用一细细的怪洗，哇！那么黄色是够暗红色的饭团，两位姐姐吃到那种版嘞，好吃，真的不一样的做法，对。而且这个来吃哦很健康，对，因为它那个盐曲是我们自然发酵的，它有没有是那个盐 Q 皮肤上暗红的吗？哇，对啊，就兴趣研究对身体好的东西安尼。风水嘅阿姐哦，个想法真紧动好咧，因为个盐曲哦，基本上係鹹甜嘅，跟我們嘅青嘅海苔哦，它反而可以互相的點綴那個鹽曲嘅鹹的梅頭，有紫蘇的味道，有個湯煙講怪事哦，真勁厲害哈！而且又有嘅想法，還有小巧思，我諗出嚟一片咪當厲害哈，因為一部叫按到咩名？陳美桃，美桃姐姐，大家強下來選嘅鹹豬肉咯。喺當中意呢個，但鹹豬肉冇炒到眼皺皺嘅，因為佢本身嘅腰肉梅和柳丁放到嘅飯強下食咯，兼頭嘅非常嘅好食。我自己很愛吃豬皮，不過要講怕講嘅鹹豬肉豬皮會痛硬，它而家跟你有滷豆，古手豬皮嘅 QQ 誒，然後是，好吃很 Q， 然後很入味，懂啲咪，那姐姐種鹹豬肉啊，應該說豬肉，你做貴地滷豆鹽 Q 底度做得也可以嘛，好清淡啊，就變鹽焗豬肉這樣子，你睇豬肉肚雖然講有皮嘅，不過是有當 Q， 當好食，唔會太鹹是一個重點，這樣。係啊，因為鹹豬肉係有特別嘅香料，先就落去滷過，佢炒嘅時啲咯，唔單止是豬肉香嘅哦，佢盤粒咪係香嘅。媽媽很厲害呢，讓媽媽按摩一下，讓爸爸按摩一下。媽媽的那個鹹豬肉啊，弄得還不錯啊，對，有入味。嘿哦，對，然後我爸爸他很會炒，兩個結合在一起就很棒啊，天生一對。對，哦，所以媽媽嘅後妹是要傳下來。阿哥，你知道咧？當然係咁樣啦，香煙嘅傳統啊，然後鹹豬肉係香港人嘅傳統嘛，呢天係穿心下意。真勁好食。我到底是否用我們評分嚟夾夾嚟看哦？印中流都大概是播你们评分呢，我其实也很緊張。先來查知識部搶分分數。好，風吹得到2分，你下玩水炒師傅搶不分數。有玩喲！跟知識部搶公平。好，我尾本兩個風推呢，佢個料理動多層次啊，哈，像那個海苔啊，底度就飯，那個飯也處理得很好，然後它也不會太黏，也不會太乾，哦，兩個口感濃厚，啊，底度啊有個鹽曲個味道，就像個有絲絲個美乃滋個感覺啦，就很滑順那樣，親像兩個日本個料理濃厚身啊，南推兩片呢，較大眾嘅地方係鹹豬肉有香氣。啊，唔過幾個材料像甜椒啦，還有個紅蘿蔔，它的香氣比較冇暗重啦。啊，做啲老兩個嘛個呢洋蔥啦，還是這些菇類，按用炒起來會動香哦，感謝。好，你下話阿超師傅來講看。好，我尾本風推啦吼，因為個雲吞食起來凍清爽，啊個紫蘇畫龍點睛，藍對倆下可惜就是個飯末炒散，豬肉做得。
我别下向着。你这个政策啦。了了嘅政策聽聽，了了嘅聽聽。唔過你今日正經太開眼界，不過係有如果發這位鹹豬肉也係講呀，睇起來較少看到嘅研究，都俾你學習到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哇，恭喜大家中啦！好，經過嘅呢，按場嘅比賽過後，兩組嘅成績已經出來啊！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3000兩嘅加彩金。恭喜恭喜！基本上已經可以叫無敵了，你打敗了就第1名。蟬聯呢？對啊。好，看一下今日藍翠得到嘅獎品嘅檔號係2台的真好嘅粉末鋼道具組。哇，昨天轉起就好阿妹的哦。哦，剛好要搬新家，哎，剛好剛好要搬新家，以後還沒好。果然家境是不錯的。真勁呢！好啦，先嚟我們看到馮翠姐姐哦，佢兩三年，我家就講到全玉芝送翻來嘅時間，咩打頭名，阿亞拜來，天你拜來嘅心情，用拜老太姐講一下。其實禮拜來真緊張咧，因為有比送咩緊張？因為禮拜帶來嘅鹽曲吼，喺我吃驗了差唔多，較密集吃驗了3年吃驗出來嘅東西。哦，咁你男朋友買花，我帶來買哦。好，一天。恭喜！謝謝。玉秀姐這一次第一次來就大頭名，心情如何了？睇下分享一下。非常高興有榮幸來參加這個節目，讓我們有機會可以演化我們在地的米食跟在地的一些食譜。下一次再帶社區的人 Q Hello 要到夜聊啊，好嗎？因為你們來就是第1名的保證啊！好，恭喜！好，恭喜！雖然藍翠也敗冇讓哈，不過大家昨天感受到哈，父子之間嘅情感哈，真的是非常的。你讓他真有一下。對啊，聽講而家自己倆在節目後有非常多嘅客家將士們都會準時收看，給你個機會，你要講我都不幫你爭取，有埋個真有嘅條件，幫大家分享一下。來，就個性溫柔啊，然後美麗大方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哇，這麼貪心啊！有個條件已經都寬鬆了呀。哦，沙哈嘅節目繞場到今日節目嘅效果代表，聽講阿哥去分享一下你參加比賽嘅感想。非常羨慕哈，你客家電視台有本來啲機會，哦，嚟報名嚟參加，主持人呢，哦，工作人員呢，哦，總挺辛苦，應該負責一點落去，蘇菲亞小姐。哦，要揮手嗎？他一集會被 Q 至少5次。對啊，恭喜這個紅隊啊，婆婆媽媽哈帶到第1名，哦，南擺哈用有機會，我做嚟參加演員哎喲。好哦，做得嗎？做得。哦，大家互相啦哈。哎呀，參加節目後做得秀火動態啦。就講蘇小姐，她就溫柔大方嘅。阿田剛有喺講嘛感謝嘛？哦，做得咯，爸爸感謝一下，表示一下啦。兩岸動員辛苦啊。行動大於一切哦。哦。哇！我以為他會掏出來這個月的孝親費。今天帶不夠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恭喜！好啦，要按用嘅來嘅哦，乜嘅都得得咧嗬。好，嗰時呢，睇下有發現到冇？來到一家之主呢，行家做得真假樣不開感情哦，咩做得來分享到，而到沙期裏都係好東西。嗰時不管乜嘅有乜嘅好東西，我來老太分享來到喺呢個節目當中。係啊，客家人哦是將最大嘅特色是乜嘅啊？無論什麼人也係誰來人都當為主菜。歡迎所有嘅朋友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帶你強下來要到 V 嘅分享後面去，下禮拜再見。拜拜。拜拜。